三國演義究竟有幾多嘢係真，幾多嘢係假嘅呢？而劉備、關羽、張飛應該係大家最為熟悉嘅人物啦。第一集智解三國會為你解拆下曹操究竟係咪亂世之奸雄，有幾多嘅真事呢？大家好啊，我係你講古佬黃天啊。今集講一講曹操啊，佢係三國鼎立裏面最大勢力嘅曹魏啊。佢係點樣發跡嘅呢？第一件大事究竟係乜嘢嚟嘅呢？會唔會係平定黃巾之亂呢？其實佢又唔係淨係平定黃巾咁簡單嘅噃。喺曹操後生嗰陣啊，公元180年啊，其實佢已經咧係同袁紹好好朋友噶啦。咁呢個時代咧一直咧都係俾何進之患影響住成個朝政啊。咁而當時咧阿袁紹咧就話引涼州嘅董卓入嚟剿滅何進啊。曹操當時係唔同意㗎，佢認為呢個係引虎驅狼之計啊。試問虎係咪一定係大過狼呢？引虎入關係咪個禍患會更大呢？咁熟讀三國嘅你哋都應該知道董卓係更加拗教啦。好啦，去到今日嘅主題呢，我哋就講曹操獻刀嘅事件咯噃。嗱，喺《三國演義》裏面呢，講到曹操獻刀刺殺董卓呢，呢一幕呢係非常之驚險㗎。當時曹操咧就被董卓招攬為驍騎校尉嘅，曹操咧亦都深得呢個董卓嘅信任，出入丞相府、後宮等等咧都無需要知會噶，直行直過嘅噃。嗱，呢件事唔係咁容易噶，因為董卓咧本身個人咧疑心好大噶。直至到有一日，司徒王允咧，司徒就非常之高嘅官階嚟噶嚇，並列三公啊。嗱，咁王允咧就假借自己擺壽宴嘅理由咧，就招攬一眾賢臣咧，就去到佢府上啊。其實咧目的只係想誅殺董卓嘅啫，但現席上係冇邀請曹操嘅噃。曹操就竟然不請自來啊！咁啊，司徒大人王允就一定係俾翻台同凳佢坐啦。咁然之後咧喺宴席之間咧，大家談到朝政嘅時候咧，大家都抱頭痛哭，好慘咁樣喎。咁啊，曹操咧見到咁樣之後，嬲到爆炸。曹操就笑文武官啊，廢柴、垃圾、冇嘟用，即係以上咧就變翻做現代話咧，就大家咧就貼切啲啦，咁覺得。咁佢咧就笑呢一班人咧係完全咧就冇大志噶。咁佢咧就話咯，我要殺董卓，我一個去就得啦。哇！當時啊個個嚇到目定口呆，阿王允坐喺主席位，嚇到賴尿咁滯添啊！諗唔到曹操竟然講咗大家唔敢講嘅說話，哇！呢個老人家王允又醒喎，即刻交氣啊！佢鬧到曹操狗血淋頭咁啊，仲派人啊趕咗佢出府啊！又誰料到王允一番苦心呢？宴席之後咧，佢邀請翻曹操咧去到佢府上咧，就去到傾談點樣誅殺董卓。點解佢要咁做呢？因為佢怕當時耳目眾多啊，怕講大計就會有人傳到出去。所以佢到最後係兩個人自己慢慢傾嘅。好啦，簡單講，其實曹操就想做刺客。嗱，頭先講過啦，佢出入丞相府要面見董卓咧，係唔需要任何通報嘅。咁而曹操亦都知道董卓咧，因為佢嘅疑心好大，佢成日都着住一件鎧甲喺件衫裡面噶，做底衫噶。咁所以咧，佢一把好鋒利嘅寶刀，先至可以刺穿佢，先有把握殺到董卓嘅。而當時嘅司徒王允咧，府上咧就有一把7星寶刀啊，削鐵如泥咁嘅噃。好啦，咁佢咧就帶住把寶刀就走入丞相府，諗住刺殺董卓噶啦噃。嗱，有樣嘢咧就不得不提嘅，董卓咧係有個兒仔噶，咁呢個仔咧就叫做人中呂布，馬中就赤兔啊。武藝超凡，我諗大家聽到呢一度嘅都係好中意三國噶啦，冇理由唔知噶啦。佢一個打10個啊，仲要大戰3英添噶噃。嗱，有關呂布咧喺《三國志》裏面嘅正史咧，究竟係一個咩嘅人物咧？我哋遲啲都會再講下噶。好啦，翻嚟咧，曹操進入丞相府嘅時候咧，第一下咧就見到呢一個呂布咯噃。咁呂布咧就當然不屑曹操呢個咁嘅校尉啦。咁啊，董卓嚟到之後咧，就見到面咧，就即刻同兩位吹水啦。哎呀，萬德，點解嚟遲啊？稟丞相，坐騎瘦弱，所以嚟遲。哎呀，唔得唔得，驍騎校尉點可以冇匹良馬㗎？嚟，呂布，你親自去選一匹西涼嘅汗血寶馬，贈與曹操啦。
哎呀，多謝丞相嘅恩賜啊！咁啊，無意中啊洗走咗呂布咯喎。咁啊，兩個人咧就去到佢嘅後院嗰度傾偈啦。傾下傾下咧，董卓咧就話眼瞓啦噃。咁啊，睇住電視喺梳化度休息緊啦。咁啊，通常呢啲情況咧都好快恰着嘅。咁啊，董卓咧就越坐越 hea 啦，hea 下 hea 下就瞓咗喺嗰梳化嗰度咯噃。咁然之後咧，曹操就發現係時機啦，拔出佢把七星寶刀，點不知個鏡有反光啊，顏射董卓啊，咁啊撐醒咗個董卓咯噃。不過董卓一轉身，喂，萬德，你做咩事啊？足智多謀嘅曹操即刻跪低，丞相，我想獻把七星寶刀俾你啊。萬德，你真係有我心啦，攞嚟睇過。普通刀嚟咋？跟住曹操咧就望一望之前反光嘅一塊銅鏡啦噃。咁然之後佢話：丞相，你不如過去試下斬開呢個銅鏡咧。銅鏡即時一刀兩斷啊！哈哈，哇，真係一把好刀啊！與此同時，呂布就翻咗嚟啦噃。你隻馬我帶咗嚟啦，你自己去睇下。哇！曹操見刺殺不遂，嗱嗱聲就走啦。謝將軍啊，那我先行離去啊！騎住匹汗血寶馬走咯，食塵啊你！咁啊，呂布同阿董卓欣賞緊把刀之際咧，大家傾下傾下就覺得奇怪啦。點解獻刀嘅時候要喺瞓覺嘅時間咧？唔係一嚟就獻刀咧？仲要喎？點解把刀冇刀套嘅咧？董卓就即刻知瀨嘢啦，原來佢係想刺殺我嘅噃。咁董卓咧就即刻命人咧去追捕曹操翻嚟啦，仲要咧喺各城嗰度咧都貼咗佢個樣添嘅噃。當時咧冇相機啦，又冇printer啦，我都唔知佢點樣可以畫到張張都一模一樣嘅。其實就應該可能唔似嗰個人嘅，所以基本上咧你呢啲咩黃榜啊，又懸紅幾多足嗰啲咁樣嘅反賊啊，其實咧我覺得都應該認唔到嘅。好啦，唔緊要啦，咁故事去到呢度咧。跟住就會衍生咗之後嘅呂伯車事件啦。呂伯車事件我哋下一集再講。今日我哋拆解一下，究竟呢一件事有啲咩疑點，同埋真相究竟係點呢？喺開估之前睇一睇小弟由小學已經諗到而家，一直以三國主題嘅戰棋，終於都面世啦。三國策係小弟多年嚟玩 game 嘅心血嘅結晶嚟㗎，包你話好玩，儲 model 都抵啦。嗱，記住唔睇都買下啦。好啦，翻嚟獻刀事件啊，究竟呢件事係咪真嘅呢？個疑點係點呢？嗱，其實個古仔真係寫得好好嘅，咁佢咧就拉扯埋呢個黃允啊一眾嘅謀臣落水，咁就突顯啊曹操嗰種嘅謀略同埋勇氣。仲要借埋把七星刀削鐵如泥，要撕破呢個鎧甲，咁啊講到好似好合情理咁噶。仲要去到府上洗走呂布，牽埋隻馬嚟俾佢逃走喎，起承轉合啊，簡直係剛剛好啊！最大疑點嘅就係，如果兩個人真係咁 friend，阿董卓同曹操坐埋一台睇電視又好，食花生又好，飲啤酒又好，我突然間喺條腰度揞把刀出嚟，一刀捅落嗰條頸嗰度啊，瓜咗啦！佢邊度嚟得切反應啊？即係好話唔好聽，呢啲同啲 friend 摸酒杯底一下突襲，生果刀都篤死佢啦！其實就真係唔使搞啲咁嘅大龍鳳嘅。好啦，咁聽到呢度，大家都知道呢個獻刀嘅故事係假㗎，只係小說《三國演義》裡面嘅情節嚟嘅啫。嗱，正史咧就喺公元184年咧就平定張角啊，呢個黃巾賊暴亂咧，朝廷咧就任命咗曹操咧就為騎都尉啊。
咁去到189年咧，董卓入京之後咧就廢少帝啊，然之後改立陳留王啊劉協為漢獻帝。嗱，之後咧就京城咧就一片混亂啦。咁喺呢個亂局嘅時間咧，董卓咧就賞識曹操嘅才華，就希望招攬佢俾自己用噶。咁所以咧就上表曹操為驍騎校尉嘅。咁但係咧，曹操當時咧就冇接納呢個官職㗎，佢亦都不屑咧董卓嘅行為啊，咁所以咧就惹禍上身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咧就離開咗洛陽城，咁就逃避呢個董卓嘅追捕啦。然之後咧就有接下嚟嘅呂伯車事件啦，我哋下集再講咯噃。嗱，正史咧就一定冇小說咁精彩噶啦，咁但係咧我都希望大家咧清楚真正歷史究竟係點樣嘅。聽到呢度，大家不如諗一諗，曹操究竟係一個咩嘅為人呢？亂世裏面究竟有冇分忠同埋奸嘅呢？下一集我哋會俾更多曹操嘅資訊大家，等大家分析下佢究竟係一個乜嘢嘅人。好啦，今集去到呢度啦，多謝各位收看，拜拜。感謝大家一直嘅支持啊！如果想更有效揾到你哋想睇嘅節目，請你哋免費訂閱 Cat Panic 嘅頻道，入到去可以按播放清單，即係 Playlist。所有節目已經分門別類，不正常研究所係講一啲古靈精怪嘅嘢，例如外星人、古文明等等，懸疑不解之謎。1mm 係我製造嘅音樂，所有嘅樂器同埋唱都係我自己一手包辦嘅。香港爆史係我同情報泰利一齊合作嘅節目，主要係講緊香港二戰時期嘅事件，內含粗口、PG 家長指引，但係好值得收聽，可以俾你了解更多英軍當時點樣保衛香港。最後要介紹嘅就係講舊史，呢個係我搜羅咗好多唔同嘅本地文化，見證住唔同嘅歷史、有趣嘅事件，甚至乎係我哋日常接觸到嘅事，見證住各種嘅興衰。Cat Panic 頻道希望可以帶俾你唔同嘅回憶同埋其他嘅小知識，感謝各位支持。